沟通，明白你的心意。主啊，这时阮恳求你清起阮的心肝，互阮会当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坦然无惊吓，来到你的宝座前来敬拜你、服侍你。来到你三千军的过程中间，主阮要注心听你的话。恳求主你清起阮的心肝，互阮有属天的智慧，会当明白你的话。也搁恳求主你修饰阮信心、听心，会当将你的话实践出来，来荣耀你的性命。主啊，阮恳求你保守看顾，今早起要服侍正当工，无论是献诗、抒琴、诗会，也是传讲信息，也是伫外面咧招待，也是无共款。所在咧服侍的当工，阮拢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引带保守，用你的圣心充满阮，阮会当用圣洁的服侍来延光你的性命。恳求主你补满阮的欠缺，伫每一个细节顶面掌管，互所有来到圣殿敬拜的兄弟姊妹，会当透过所有服侍者的帮赞，将心灵甲诚实表露出来，来延光你的性命。亲爱的主，阮特别将奉你的名所设立的上年教会，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恳求主你保守看顾教会内所有的兄弟姊妹，互阮会当伫集体中间互相关心，用听彼此款待。伫听的中间去证明，对世间人证明，阮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学生。亲爱的主，阮也恳求你保守看顾阮的教会的属灵领袖，互所有的属灵领袖会当晓悟知影你的心意，照安尼去行，所推动的逐项事工，拢会当为万百姓带来祝福。阮也将教会的机构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赐福保守看顾，互所有的机构拢会当透过服务来关心需要的人，互真济需要帮助的弱势者会当得到真实的帮助。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也将阮的国家台湾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主啊，求你赏赐智慧，互阮的政府官员。透过因所推动的逐项政策，互百姓得到福气。我也恳求你保守看顾，现主时也受到疫情影响的世界各国，求你伫这过程中间掌管，施行你的拯救甲平安，互阮真实会当明白阮的软弱，专心倚靠真神上帝。我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上主啊，我求告你，求你紧紧帮助我。我呼求你的时阵，求你拍耳孔听。愿我的祈祷，若烧香的烟请到你的面前，我愿牙关的双手诚做暗者。这时，咱要来做伙吟圣诗，圣诗第65首，为着美丽的地面。圣诗65首，为着美丽的地面，请起立吟全首。请坐。这时，请咱做伙压头来祈祷。听探阮的阿爸爸，感谢你所赏赐伫阮美好的一天。伫早起，阮会当三个组织来到你的圣殿，同心来敬拜你，来学习你。恳求你的圣灵伫阮的中间，欢喜阮所为你摆设的一切。伫阮的中间有兄弟姊妹心内忧闷，求你安慰；有失去至亲的，求你拭去因的目屎；有身心软弱，求你的灵，互因勇行起来；有为生活劳苦着磨的，求你亲自陪伴一切的风声。我嘛要为伫即个世界即摆武汉肺炎失去性命、生活受苦的人，恳求你伸手帮助，嘛互阮伫即个世代无懵懂过日，会当努力活出你的心意。
主啊，你是阮的石盘，阮的倚靠，阮的溃力。伫你的内面，阮就经历你的听、平安甲喜乐。我要来感谢你。阮安尼祈祷无够野，要做伙出声，用主的祈祷文做伙出声讲。阮的天父，阮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成，你的名是天地，阮的心阮的阮，下列阮的国父，亲自阮的下列国阮的人，我主阮的事，会叫阮团结派，经过万年永恒都是所，代代不尽。阿门。即时，咱要做伙来启用，请掀开启用文第5篇，嘛是诗篇19篇，伫圣诗的后壁面第6页。我来启，请各位兄弟来用。这一天，讲起上帝的荣光。即日对迄日发出言语，无言无语。伊的准钱遍伫天下，上帝伫伊中间，为着日头安置帐篷，也亲像勇猛的人欢喜行伊的路，踅到天的迄边。耶和华的律法照全。耶和华的干净确实，耶和华的教示正直，耶和华的命令清洁，敬畏耶和华的道理是清气，永远存在。比金比最最好金较通欣赏。搁你的罗卜对遮的受警戒，是水会知伊的失错啊！求你阻止你的罗卜无故意犯罪，我就完全。耶和华我的石盘，救赎我的主啊！即时咱要来吟圣诗303首，上帝的囝基督。圣诗303首，上帝的囝基督，请起立吟全首。
请坐。即时，咱要来请咱的男声合唱团要献诗，所要献的诗是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愿主纪念男声合唱团为你所献的诗。即时咱要来做伙看圣经，今仔日有2位的圣经，第1位的圣经记载伫约书亚记第1章第1节到第9节，现代中文译本249页，台语汉语本231页。上主的奴仆摩西死了后，上主对摩西的助手论的囝约书亚讲：“我的奴仆摩西死啊！现在你爱准备带领所有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到我要赐予因的土地去。照着我应允摩西的，恁行过的所在，我拢要赐予恁。
恁的工界要为南边的沙漠顺展到北边的利伯来山，对东边的约弗拉底河经过互人的国土，到西边的地中海。约书亚，伫你有生之日，无人会当拍败你。我要甲你同在，亲像我甲摩西同在一样。我绝对无放杀你，嘛无弃杀你。你爱坚强，爱勇敢，因为你要率领人民去征服我所应允互因祖先的土地。只要你坚强，非常勇敢，切实遵行我罗卜摩西互你的全部的律法，无偏做无偏右，你就会得胜。我要常常诵念日夜研读这个法律册，互你会当遵守册顶悬所写的一切话，安尼你就会成功，事事顺利。你爱记牢我的命令，爱坚强，爱勇敢，无惊吓，无失志，因为你无论到倒位去，我上主你的上帝一定甲你同在。第二位的圣经记载伫约书亚记第5章第13节到15节。伫现代中文译本253页，台语汉语本235页。约书亚特别到亚利哥的时，忽然间看到一个人徛伫伊的面前，手内摕着一支挽出来的剑。约书亚拔出来的剑，约书亚向前问伊：“你是帮助阮的，还是帮助敌人的？”迄个人讲：“拢毋是，我是来做上主军队的统帅。”约书亚拍败伫地上拜伊讲：“我的主啊，我是你的奴仆，你有啥物吩咐？”上主军队的统帅对伊讲：“将你的鞋脱落来，因为你所徛的所在是圣地。”约书亚就照伊的话安尼做。今仔日的信息，咱要请咱的主任牧师蔡正德牧师所传讲的是圣经人物系列第35讲约书亚。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顶礼拜对摩西角度来看接班的这件代志，今仔日咱要对约书亚这个接班人的这个角度来看。伫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相信你的话是充满快乐，对阮的生命有利益、有帮助。阮也明白。当阮自行看你的话、听你的话时，阮得当领受极大的福气。所以主啊，这个时刻，我要听你的话，恳求你帮助阮，互阮的心得到安静，互阮会当自行伫你的话语顶面来真实明白你的话。恳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当以色列人因行了旷野的路程，因要准备过约旦河的时阵，这个时阵发生一件大代志，就是领导因40年久的摩西死去。咱会当想象，迄个时阵，这群以色列人一定非常惊吓，甚至会感觉讲悲观绝望，因为有足足40天的时间，规个以色列的民族完全是倚靠摩西一个人。咱会当理解，因中间的纷争是靠摩西来排解、来处理。因若要知影上帝的心意，嘛是爱透过摩西去领受了对因传讲。所以咱会当理解的讲，因心内大概感觉讲，无一个人会当完全代替摩西。而且咱顶回有读过一段经文，摩西120岁的时阵，伊身体还真臃肿。
目睭无花，而且体力无衰退。所以，我想即群以色列百姓，因绝对无法度接受即个事实。因看摩西身体也袂歹，无想到伊遐早退休，叫上帝接去。所以因一定感觉真戆影，到底要安怎？即个时阵要安怎？虽然摩西手下有70个长老，但是咱对圣经中间看袂出讲有一个人亲像摩西安尼。偏偏伫即个重要的时刻，因要进入迦南，因为领导者煞死去。这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因的确真困难相信，嘛无法度接受即个事实。但是摩西要离开进前，伊有换手伫约书亚身上来互约书亚成做伊的接班人。当然，以色列百姓知影，但是咱来徛伫约书亚的角度来看，这一个接班人伊压力有非常非常大。一般咱咧认为讲要接班的人，其实真好，因为已经有头前的人替伊拍好基础。安尼只要照安尼顺序做就会使，但是咱来理解，要做一个接班人，其实有来自无共款的方向，真大的压力。咱特别来想可能有几项的这压力会伫约书亚的身上来产生。第一项就是竞争，领导者退位，总是有真侪竞争者。想要代替这个领导者来徛这个位，咱看见着最近这个高雄市长被罢免了，各党各派拢派人要参选，因为大家拢想要抢这个位嘛。而且咱来理解来讲，一旦接班了后，这过去甲你竞争的人，有可能会成做你的批评者。咱来理解约书亚迄个时代，咱拄则有讲过，有70个长老，而且有12个支派，拢有领袖。除了约书亚以外，至少阁有一个加勒。咱理解讲，即个其实是领导者，伊有真侪竞争者。所以虽然圣经中间无真清楚来说明，但是我深信当时一定也会拄到即款的问题。检察摩西已经竞选约书亚，但是相对的约书亚必须要面临这个竞争，这件代志。第二项，一个接班人伊会拄到另外一个压力，就是来自被领导者的期待啊。被领导的人，伊总是会对新的领导者有一寡期待嘛。这人较有能力带阮带领阮渡过约旦河，约书亚较有能力，互咱会当得胜。这个人较有能力做正人的典范，伫约书亚也会表现真情，百姓多少拢会怀疑嘛。这嘛会发生伫咱的团体中间，比如讲咱的社会中间有企业，企业的接班人嘛拄着即款问题因为新的接班人，大家总是对伊有一个期待，有可能带领这个团体更较好的所在去行。伫教会中间嘛有莫讲牧师的改变咱每一档拢有团契会长的改选，新的会长嘛有相款的压力啊，因为选这个会长出来的人，总是对这个新的会长有一个期待，望将这个团契会当带到更较好的方向，所以一个团体领导者总是会受到真大压力，因为一个领导者若活伫这个被期待的情形下面，伊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第三项是上界大的，就是比较，尤其这个标准是摩西，比较是一件真可怕的代志。咱看见社会中间有真侪企业家的第二代，咱想讲富二代真好，但是因现在的压力真大，因为前一代因的长辈真优秀，开创真大的事业，
所以要接续伊后边有真大压力，因为大家拢会掠伊甲过去比较嘛。如果咱若头前咱接续的头前一个人是一个普通人，检查无啥物大压力因为若做无好，就怪情调嘛情调都做了无好，所以我这条就真歹做但是约书亚的情形完全无共款，伊接续的摩西是一个差不多是完美的伟大人物，所以咱大家会比较。讲这约书亚到底有可能甲这摩西比拼？所以咱会当想象的，就是伊的压力真大。当然牧师咧讲这大家毋通准讲甲咱拢无关系。咱拢是一个接班人，上帝将这个整个教会的事工一代接一代，都今仔接到咱这代。所以咱针对一个接班人咱可能也有这款的压力。所以咱今仔日牧师就要帮助咱对约书亚的身上去学习一寡属灵的功课。咱做伙来看，这个接到一个伟大人物后壁面的接班人，伊到底有啥物款的秘诀，互伊的成绩会当接了真好。牧师今日要对3个角度来甲大家做伙来分享。第一项就是约书亚伊深信，伊今仔日会成做一个接班人，毋是干那是摩西的竞选，是来自上帝亲自的竞选。所以伫经文一开始，咱看见了上帝亲自对约书亚讲话，伊讲：现在你爱起来，甲正百姓过约旦河，往我要赏赐互以色列人的所在去。这可能是上帝约书亚接班了第一遍对伊讲话，咱会当想象约书亚迄个时阵听到这个话的感受。这个过去对摩西讲话的上帝，今仔日亲自来呼召伊，互伊使命。我咧想讲，若我是约书亚，我听到上帝对我讲这句话我心内一定有2种心情伫心内真挣扎。一方面我真欢喜。一方面我嘛真烦恼。欢喜的是安怎？欢喜是讲，这么重大的责任竟然会临到我。我被上帝呼召去做摩西无法度完成的工作。这是值得欢喜的，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烦恼的是啥物货？这个工作实在太困难了。我到底敢有能力去完成？所以咱会当理解讲，约书亚迄个时阵的心情就是安尼。一方面欢喜，一方面忧愁。但是咱若继续来看，发现讲这件代志改成显然无去困扰约书亚。咱看约书亚的反应伊无亲像摩西，上帝咧呼召摩西的时阵摩西提示了找足侪理由对所以咱等会爱讲2集，爱讲2讲，才会当将伊的理由讲了。约书亚拢无亲像摩西同款，无找一大堆理由来提示，伊马上用性命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因为伊深信接续摩西的工作，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应允的地，毋是简单出自摩西的竞选，反倒等伊明白是来自上帝的竞选。所以约书亚因为对这非常深信，所以伊有信心接续摩西这个伟大的领袖。亲爱兄弟姊妹，咱来理解竞选的意思是安怎？是上帝选的。伫圣经中间咱伫信仰顶面，咱来理解一点。咱今仔日受竞选，毋是咱选上帝，是上帝竞选咱。亲像耶稣基督伫约翰15章的16节讲：毋是恁竞选我，是我竞选恁，而且指派恁去结这个上上之地的果子。所以咱的信仰，咱来理解，咱今仔日会当成做上帝的儿女，成做上帝的器具，毋是来自咱家己选的，是来自上帝竞选咱。而且，上帝为什么竞选咱？上帝咧选人，甲人咧选人是无共款。咱被选毋是咱真好，咱无缺点，
毋是因为咱互上帝欢喜，毋是咱较可爱，咱较有温顺，毋是安尼。这完全拢是上帝的恩典。咱看耶稣基督咧竞选12个门徒，咱会当明白。耶稣所竞选的12个门徒，因的个性无共款，有的个性真歹，有的脾气真歹，有的想法无真成熟，有的背景嘛出自普通的家庭，出身无一定真好。但是耶稣竞选因，造就因，而且这门徒也愿意被耶稣基督来改变，所以耶稣使用这伊的门徒来起造教会，来遍传福音伫全世界。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咱今日爱理解一点：你甲我毋是突然间出现伫遮，咱会来到双年教会，毋是无理由的。咱是被上帝竞选出来，而且上帝无凊凊彩彩拣人。上帝竞选咱，毋是简单咱，互咱来遮敬拜伊，然后了就出去，就袂记即咱被竞选的理由。上帝竞选咱，毋是简单互咱伫遮敬拜伊，上帝爱咱去服侍伊。咱看见着圣经中间有这段经文，咱一定爱记伫心内。圣经中间讲，独独恁是被竞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百姓，是要叫恁宣扬迄个调恁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咱今日被竞选是有一个目的，是一个任务。上帝竞选咱，互咱有福分，赏赐福气互咱，是要互咱去宣扬迄个调咱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就是去宣扬上帝奇妙的恩典甲美德。这是咱被竞选的一个真重要的理由。而且，亲爱兄弟姊妹，对圣经中间，咱会当理解一点，这是一个应允。如果你若愿意回应上帝的竞选，回应上帝的呼召，这互你的生命会完全无共款。咱看见着约书亚，伊原本可能是一个支派领袖，但是上帝呼召伊，伊回应上帝的呼召，伊成做规个民族一个真重要的人物。伊完成摩西无法度完成的工作，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迄个应允的地。如果你若愿意回应上帝对咱的竞选，咱的生命绝对会完全无共款。这是第一项，约书亚之所以会当真顺利来接棒的一个秘诀。第二项，咱继续来看，约书亚毋是简单接受上帝的竞选，相信上帝的竞选，伊也深信上帝既然选伊，就会亲自带领伊往前行。所以，伊完全信靠上帝的带领，伊专业信靠而且顺服上帝，成做一个属灵的领袖。伊相信上帝是全能，伊相信上帝值得伊信靠，所以伊完全交付上帝。这种信靠表现伫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伊靠上帝刚强壮大。伫约书亚的第一章咱看见到有一个真重要的重点上帝对约书亚讲话，伊讲伫你规世人的日子中间，的确无一人会当伫你面前徛会牢。我怎样甲摩西三甲伫地，也照样甲你三甲伫地。我的确无放落你，也无气杀你。你着刚强壮大。咱若看约书亚第一章内底，上帝对约书亚总共讲3遍的刚强壮大。意思是讲，上帝激励伊，互伊心智勇敢起来，互伊会当继续向上帝呼召伊的应允去行。上帝会同在临到伊，伫即个应允内底有上帝会同在保护、引带甲赐福。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今日侍奉上帝，有时阵难免嘛会拄着困难，会拄着一寡挑战。
但是千万毋通因为困难，咱就惊吓。咱只要问家己一件代志，咱毋是问家己讲啊，我到底有能力去完成，还是承担即个重担？咱来问家己一个问题：讲，咱所要做的，到底敢是上帝的心意甲应允？如果若是咱就毋免烦恼嘛，咱还有勇气继续行落去。因为咱来理解，如果咱所做的是上帝的心意，上帝自然依然会促成伊，会完成伊嘛。你上帝无恶情的代志嘛。所以，咱来刚强壮大，去完成上帝对咱的呼召。这款是信靠上帝的一种表现。第二项，要信靠上帝的带领，就爱遵行上帝的命令，就爱照上帝的话去行。咱看约书亚第1章的第8节，上帝将得胜的秘诀甲约书亚讲，讲这律法册你袂当离开你的嘴，都是爱日暝去思考，通互你遵行这个册顶面所写的一切话，安尼你的道路就会当行通，凡事顺利。所以上帝将这成功的秘诀来讲，你照我的话，照我的命令，照我的律法去做，你会当顺利成功。因为这是上帝给咱的一个快乐的来源。所以咱诚做上帝的学生，咱诚做伊竞选的器具，咱着真实爱照上帝的话去行，认真读上帝的话，然后照安尼去行，咱就会当成功。倒边来看，咱若无要照上帝的命令，想要照咱家己的意思去行，咱常常就会失败。咱伫约书亚记的第7章，咱若看这段经文咱就知影有记载一个事件，就是以色列中间有一个人叫做亚干，伊做毋到一件代志，但是上帝交代因伊若去战赢了有一寡战利品你绝对袂当摕，这个战利品爱完全消灭。但是亚干无遵守这个命令，偷藏一寡得到这个战争的战利品，结果上帝因为安尼对一些人生气，所以当伊要去讲爱城的时阵爱城是一个无偌大的城因就想讲毋免全民出动，只要用2-3千人去拍就会使，结果竟然拍输啊！这是因为一个人犯罪，互因全体拢输。一个人无听上帝的话，互规个以色列百姓因为安尼来失败。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来理解咱若人生中间会当顺服上帝的话，咱就行伫迄个成功的道路。咱来理解这点。约书亚就是遵守上帝的话，表明伊咧信靠上帝。最后一项就是咱会当理解伊信靠上帝的带领，表现伫伊完全放弃家己的主权。而咱拄则所读的第2段经文中间，当约书亚要去攻这耶利哥城的时阵，伊还未到耶利哥城头前的时阵，看到有一个人徛伫遐，伊就行过对迄个人讲：“你是啥物人？是帮助阮的，也是帮助阮的对敌的？”迄个人来回答：“拢毋是，我是要做万军的耶和华的军队的元帅。”约书亚伊看到这个人，就知影讲这个人无共款，其实就是上帝本身，所以伊马上就拍败伫这个人面前来拜，然后这个人就吩咐将伊的骹的鞋来脱起来，讲这个所在是圣地。咱读到遮的时阵咱敢会记得，当摩西第一遍拄到上帝的时阵，上帝嘛叫安怎将鞋脱起来。因为伊所徛的所在是圣地，是上帝临在的所在。所以这代表讲，其实约书亚就是新的摩西啦。嘛是咧对约书亚讲，你看有一件真重要的特质，你爱学习摩西，就是摩西是完全顺服上帝，所以约书亚也爱完全顺服上帝。所以这个时阵，约书亚完全拢顺服这个伟大的统帅。咱看见着，这个人讲什么话，伊就讲什么话。
接续因去攻耶利哥城的时阵吼，咱看吼，上帝对伊的指示吼，咱看起来是无凭奇妙啊。为什么？约书亚是一个将军对无？将军要去攻打一个城，总是爱照迄个原则嘛吼。你爱组织军队，然后爱想讲这城名安怎讲，吼，要对城门讲，还是要对倒讲？叫上帝啊，叫因去设一连七日吼，去设这个耶利哥城。啊，这毋是正当的攻击方式嘛？但是约书亚一个将军完全顺服，就照安尼去行，所以因到落尾就得胜。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伫遮看见着，上帝爱约书亚安怎做，伊就安怎做，伊放弃家己的主权，完全顺服上帝。所以，咱对这三项，咱就理解，约书亚伊得胜的秘诀，就是伊信靠上帝的带领。最后一项。伫圣经中间，约书亚的第8章，咱看见着，当以色列人攻出爱城了后，因聚集伫以巴路山。伫这所在，咱看见着圣经安尼讲：约书亚照律法册顶面所写的，大声宣读规本律法，包含祝福甲咒诅。摩西诫命的每一条，约书亚伫全面的聚会中间拢宣读。为什么约书亚要安尼做？因为伊明白上帝律法是，互这个民族真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做一个接棒的人，做一个接班者，伊必须要搁一遍宣读上帝的律法，伊要将这款优良的传统继续传落去。这是约书亚做了真对的所在。但是真可惜的，亲像咱顶礼拜所讲的，伊无坚持到落尾。伫因这代的时阵做了真好，但是后一代因这代死了后，后一代就无继续因这个真水的传承。对安尼，咱会当来反省，亲爱兄弟姊妹，咱今日咱的教会面对一个新的时代，咱看见着即马疫情。开始了，一直到今仔日，真侪代志拢改变了。咱教会面临这款的改变，确实需要更新调整。但是同时，咱嘛爱思考，什么会是咱双年教会上界优良的传统？咱需要一代承接一代。咱对咱的前辈的手中接落教会这个真重要的责任。咱今仔日爱安怎做，咱才能顺利，亲像约书亚同款，做一个真好的接班人，然后一代传一代，安尼上帝国的时间才会不断扩大。咱做一个接班人，愿上帝亲自祝福保守看顾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愿感谢你的恩典。阮今日看见约书亚得胜的秘诀，恳求主你帮助阮，因为阮深深知，你对万百姓中间拣选阮，成做你的儿女，享受阮福分，就是要互阮承担真重要的责任。求主赏赐气力、智慧，互阮会当完全信靠你的带领，将你的生命落实伫阮的中间。恳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这时，咱要做伙来吟圣诗348首，我踮伫主的疼叹。圣诗348首，我踮伫主的疼叹，请起立吟全首。
请坐。即时，请咱备办心来奉献。若是第一摆来到教会，毋知影奉献的意义，请毋免奉献。即时，请咱起立，做伙来做奉献的祈祷。听阮的上帝，你是创造阮生命的主宰，阮的财前、金钱、时间，拢是你所赏赐。阮只是所奉献的，诚做你圣工的路用，愿主你来接纳。阮安尼祈祷，拢从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即时，请容阮我来报告，请掀开周报的第5页，具体的关怀。本会会友
徐文霞姊妹，也是徐石春的家后，伫6月23号安息主怀，定伫7月18，就是即个拜六上午10点半，伫台北市第2殡仪馆景仰楼1楼至真一厅举行入念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本会会友辛向华兄弟伫6月27安息主怀，定伫本主日下晡点半，伫本会10楼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并且参加，愿上帝安慰遗族。本会会友陈基彩姊妹的爸爸陈清泉兄弟伫7月7安息主怀，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本会会友蓝国明兄弟伫7月9号安息主怀，愿上帝安慰遗族。即时，请牧师来欢迎来宾，甲做牧养的代祷。大家平安。咱中间毋知影有到第一篇，来甲咱中间的贵宾，牧师来介绍。无吼，即个时阵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保守看顾阮经历一礼拜久，打互阮来到圣殿，甲你3000君，领受你的祝福。主，阮特别恳求你。找紧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阮中间有人失去亲人，心神忧伤，求你亲自安慰保守，互阮看见永远活的愿望，也互阮伫教会中间会当学习互相用听彼此款待，互相扶持，互相安慰。阮中间也有忧伤失志。伊就是身体病痛的兄弟，恳求主你亲自医治、保守、看顾，互阮伫困难、困境的中间，看见上帝要赏赐互阮的困难，互阮用信心来面对生命中间的所有的挑战。主啊，阮也恳求你赐福、保守、看顾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互阮透过领受你的话的祝福。实践你的话的恩典，互阮用阮的性命来荣光你的性命。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最后，咱要来吟神圣诗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伫周报内面的第4页，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请坐，默祷谢阮共受差遣。